唉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又有啲靈感突發，唉，即係我講得比較健談嘅，真係我覺得想分享下呢個故事，係啦追溯翻嗰件事，file 我都開咗㗎啦，追溯翻件事，究竟我應該從2021年開始諗起好啊，定係從2022年開始諗起好啊，定係從2023年開始啊，定2024年定2025年呢？係啦，冇錯。嗱，如果其實呢，只要我從翻2021年開始回憶翻，再企翻一個旁觀者嘅角度去切入睇，其實成件事我已經清楚晒㗎啦。係啊，2021年又得。2022年又得，2023年又得，2024年都仲得。其實想睇下我企喺邊個年份入去切入去了解翻呢件事，其實我已經知道個答案㗎啦。係啊，加上我入去讀嗰陣時咧，我係帶住個答案入去讀㗎。係啊，所以你哋做啲嘢我都清楚嘅。係啦，咁你哋咪繼續搞咯。我想睇下你有啲咩可以鉗制到我，埋位真係會幫你。係啦，冇㗎。你哋明知道壇嘢係閪撚咗啦，得幾個可能性嘅啫。一係繼續係啦，一係就唔撚你，等我過撚咗件事，放低咗啦，就嚟過，係嘛？得一個辦法嘅啫，其實成件事就係等件事丟淡咗啦，變咗做小事啦，咁咪翻嚟同你砌咯，係嘛？你想咁做啫嘛？你傻豬嚟嘅，唔好意思哦，我有個 file 喺度㗎，係啊，即係你做唔到我想要嘅嘢嘅話咧，基本上咧我係唔會幫你㗎，係啊，咁係咯，HKDI 咯，係咯，即係屌你老母閪！撳撚完我啲水都仲唔撚夠，仲要唔撚俾我發圍添，屌你老母閪！哇係，我俾得4年時間你佈局，我梗係清楚啦，屌你老母閪！仲要喺度扮傻，唉，真係屌你老母閪！咁咪同你耗下先咯，哎呀，咁啊就係分享翻個故事，多謝。